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你敢有關心咱的國防預算嗎？美國戰爭部出了2025的報告，講中國的軍力唔通看伊無，但是佮講美國有優勢，和川普會當避免着衝突，會當關係更較穩固。啊，這是安怎一份的報告？連帶咱台灣的國防預算是要安怎來過關？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到底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釋。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副教授林應由。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全球防衛雜誌主任陳國明。主持人好，大家好。然後還有資深的軍事記者郭鋒章，然後會來到現場。首先，咱就來關心美國國防部報告，因為講中國的目標2027年就有成功會當攻略台灣的能力。北約秘書長魯特來指出，中國若來拍台灣，羅西亞也可能會趁機會佇歐洲惹事。不過有學者分析，目前共產黨軍力的這個規模，猶原無才調甲台灣拍落來。另外，中央也特別提出了1.25條國防特別預算，閣予南北兩黨來動落來。台海的情勢真緊張，外國媒體路透社標出美國國防部報告的草案，表示中國要在2027年完備武力犯台，摕到勝利的能力，嘛持續軍事擴張。到2030年，可能有超過1000粒的核彈頭，嚴重威脅印太區域。北約秘書長雷特警告講，中國若是武力犯台，羅西亞恐驚會趁機會佇歐洲在亂。另外，學者嘛觀察到，中國想要在2027年，甲台灣講落來，第一個目標就是阻止美軍來介入台海。那這3項關鍵的能力：戰略投送能力、指導現代化聯合作戰的能力，還有後勤跟動員的效率。其實我認為，在2027年之前，共軍都應該還沒辦法具備。學者分析，中國要武力犯台，第一步至少要投送6萬的兵力來領導，但是中國軍隊投射的兵力、後勤資源的規模也無到這個目標，這嘛，讓國軍有建軍備戰的時間。總統賴清德23主持全社會防衛人性委員會，強調台灣愛全力發展國防產業，向世界來表達台灣維持現狀的決心。中國對台灣、對印太區域的威脅持續加劇，企圖把民主台灣變成中國台灣。這是對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更是對全球民主自由陣營的公然挑釁。羅總統嘛強調講，要和國際友盟國家積極交流，讓台灣在全球民主防衛網絡做一個袂當無的角色。不過中央提出的1.25條國防特別預算，23是第4擺，讓南北聯手主動，無法度呼籲來審查。呼籲啊，白藍兩黨，你這北是個要那是個呀，回到制度，回到理性。讓立法院真正成為守護國家、愛台灣，不是癱瘓制度的地方。提出1.25兆的軍購，不敢來立法院報告並接受質詢。我想請問國人啊，是誰在卡軍購啊？就是賴清德自己在卡。第二日擺下來抗議，批評國民黨講要加強國防，雖然討論攏無要討論。羅智強反擊，批評賴總統違背選舉的承諾，唔敢來立法院說明。雙方你來我去，和會議的氣氛是真緊張。記者綜合報道。頭先咱看新聞段吼，後手差不多夠有20分鐘的時間，咱來講咱台灣目前立法院的這個軍購預算的這個情形。但是首先，咱要聚焦佇美國戰爭部這2025年軍力報告。我首先要請教辛老師吼，因為我讀這吼，其實我讀無啥有啊，讀無啥有是講吼，伊一說啊講哦，因足厲害，因足厲害，啊一說啊佫講無咯，我嘛真強，啊而且一開宗明義頂頭就寫，伊講哦，華府並未對中國採取着強硬策略。而北京史無前例
的軍事擴張，卻互美國本土日益脆弱。解放軍的戰略嘛，足以直接威脅美國人民的安全。不過，我甲因這國防部啊，強調講，阮無意扼殺、支配或者是敲死中國，只想要阻止任何印太國家支配我們或者是我們的盟友。老師，你安怎解讀？我看起來這親像敢若外交家咧講的代志。首先咱知影講，伊這個報告的目的是啥貨？哈，伊這逐年咧攏會公布這個報告，甲咱台灣共款哦。咱的國防部逐年嘛愛互立法院有一個中共軍力報告，毋過咱的報告甲又無啥共款啦吼。咱看到講為2020年到即馬，伊的報告無共款的重點，毋過是無共款的總統，重點當然嘛無共款。咱看到講今年的報告吼，到12月才出來，準備年底特別2026年啦吼。以早有淡薄有當時是5月有出版這個報告，有當時是9月，後來前幾年攏是12月吼。因為伊的想法甲目的第一個就是講，這個報告互美國國會互美國國會知影講，即馬中國的軍力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而且這個報告就是國會要求國防部，即馬叫戰爭部，都愛提出來毋過咱知影前一陣美國有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NSS，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每一個拄啊起來的總統10個月以內愛提出這個報告，咱知影伊這 NSS 是代表川普的想法，毋過這個報告伊的報告內容是針對舊年2024年內底的內容所寫的，毋過伊內底甲迄個國家安全戰略有淡薄仔無共款，小可出錢的。嘿，毋過伊講的是事實啦，講即馬中國的飛彈東風飛彈啦，東風31啦，咱看到講。今年伊無講到東風61，因為今年9月月邊時有東風61，過這個報告無提到，我就講伊的資料就是舊年的資料。2024無講到，過伊講到一個重點，伊這遠程的飛彈，無一定針對台灣，過針對美國。飛8000公里。唔拿咧。東風4112000公里，東風61可能更加遠所以講到講，伊佇個前言，也是伊個頭前有講到講，美國即馬變啊足脆弱的，伊就講這個原因。咱看到講，其實今年9月迄閱兵內底，佫有啥巨型或者大型的魚雷，嘛是針對美國本土的目標。毋過伊有講到啦，咱知影傳播佇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內底吼，佇區域的順序內底，伊排第一個是所謂西半球，西半球就是美國本土。你看到即馬美軍佇加勒比海、佇委內瑞拉外海，伊做的就是美國本土，美洲是上優先的。毋過後來就是亞洲，亞洲就是台海，台海就是中國的軍力。伊嘛講到講，中國的軍力若影響毋拿台灣，是整個第一島鏈的國家攏會受到威脅。所以其實伊也是講實話咯，吼。當然。雖然聽起來是講，你好啦，我毋是挑工咧，甲你堵空啦，毋是甲你吐槽，毋是來甲你口舌。但是煞來，我要請教咱林老師吼，你看到伊內面對着這個軍力報告吼，我感覺伊小可無共款，是過去攏講中國是威脅之源，過去攏講區域的衝突，即擺特別佫強調講，好，美國人本身可能會丟掉，這什麼意義？咱愛知影講，即馬來講啦，對川普來講，伊嘛知影講，要甲中國，你真正要拍，還是要拍？阮會使看到說講，中國伊即馬飛彈啊是啥？上重要的，毋是咧拍台灣，伊是愛互美國啊知影講，哦，你若是傷超過，我是會甲你拍落去。所以其實今天他是要告訴美國，今天他有這樣能力。所以美國伊也知影講，伊嘛知影講，很支持伊要甲中國是要兩個一個公平或者是競爭或者尊重，會變成說同時要準備打，但是他也不想把話說死。上重要的是，明年4月有可能要川習會，川普跟習近平因兩個
要見面，可能在北京哦，有可能川普要去，所以其實他在這一本的報告書裡面，他有一些地方是比較緩和一點的，老家對，老家對。但是在這一本報告書裡面，拄啊頭前溫神拜接種伊就會講啊，伊就講即馬阿公啊無在調，會使全面的攻擊台灣。但是在這本報告書裡面，伊有講到羅西亞跟中國一兩個的關係越來越好，兩邊是有可能去有一些合作。最重要的是，羅西亞伊不會直接怕台灣。他不會直接打台灣，但是當今天中國跟台海有狀況的時候，羅西亞可能會有一些軍事行動，他要去牽制日本跟美國，因為咱攏知影講美國啊、日本啊，最重要就是 Okinawa 嘛 ，Okinawa 加也在這邊的軍力是在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一個基地，所以其實如果現在俄羅斯他在北海道這邊有一些軍事行動的話，那我駐日美軍是不是我的兵力要往北海道去移動？過北湖啊，它的這個西南諸島防禦計劃，這個 Okinawa 加就變成有一點戰力真空。所以其實現在這一本的中國軍力報告書，它不是只有去講中國，它也有去提到的是中國跟其他國家的一個互動關係會對美國造成什麼影響。那美國這一次，他特別有講到的就是什麼核子武器、核彈，因為在93閱兵的時候，中國就已經直接擺出來了，今天他的一個核子武器3位一體的打擊。所以其實現在對美國來說，他要最重要就是在核武這一邊可以去跟中國進行一個制衡。那我們也知道，這本報告書每年都是年底這個時候出來，年底這個時候出來有一部分是要做什麼？被投錢啊，被投錢啊，要跟這個美國的這一個國會要能夠通過國防特權法，而且最近我們有看到，川普這幾天才剛剛講他的戰艦，川普戰艦要重新再出來，很多的一些海軍的投資，他會希望在這一次凸顯中共的能力的同時，他也要希望用這個方式去讓他的一個國防預算能夠有一些調整跟增加。是，下來要請教譚主任哈。其實這軍力報告吼，應該是如果那是阮這數字唔捌的吼，我就想講，啊，就直接就寫講吼，啥物會當互伊點點乖乖甲教乖，啊，咱有啥物武器，啊，因有啥物厲害，啊，咱甲這吼甲念了掉，安尼就好。伊唔是呢，伊這寫啊，這也寫，啊，這寫吼伊會佛子大頭啦。雖然吼過去這幾冬吼有較慢慢成長，但是來到偌濟粒。嘛是真可怕，攏講安尼，講雖然如此這般，啊閣安怎？伊這寫甲安尼吼，是安尼洗人褲是挑工的，還是故意？無安，咱先來講啦，政府的報告吼，安尼寫較是對的吼。為什麼愛講？因為伊要討錢啊。咱先講兩部分啦，一部分是講哦對羅西亞啊對中國，一部分是講對咱吼，對咱有影響的吼。咱講較歹聽，羅西亞甲美國吼，即馬是世界上核子彈上濟國家嘛，啊！你中國不管你2035、2049，攏嘛1000粒、2000粒，啊！美國甲羅西亞攏4、5千粒以上吼。咱先安尼講，為什麼愛討錢哦？因為咱古早認為講啊，美國甲羅西亞的核子武器哦，足厲害。啊，毋過伊的電線、伊的設備會留久啊，會留你啊換新啊吼。你古早哦電線啊，古早叫電纜，或者話光纖。你愛換嘛？你換，換經濟攏愛錢，迄叫現代化啦，吼，現代化的控制吼。咱講擺咱古早無軍事電影，攏看講迄羅西亞核子武器迄部隊失控，叫人偷底去，美國叫人偷底去無？敢若會哦，敢若會哦，所以你愛去管理嘛，你愛去管理，愛甲迄硬體甲軟體吼愛升級，吼升級攏愛錢吼。拄啊吼，林教授講，伊要做戰艦，戰艦嘛愛錢吼，這是一部分啦。咱講完哈，但是講羅西亞吼，即擺羅西亞甲烏克蘭的戰爭已經煞，已經煞吼。羅西亞吼可能外口啲有久啊，伊差不多2-3年，伊就佫好起來，伊好起來，伊就好起來。講美國啊，即擺講啊，你北約嘅即個國家，你愛家己國家，你愛增加軍費。按南部南各部3種吼，羅西亞吼佫拍一個吼烏克蘭吼，中國嘛有樣啊！哦，你羅西亞拍歐洲吼，美國就無手伸，比較可能愛伸手去顧歐洲嘛。
啊，伊又無手來個亞洲嘛，迄當陣都是中國可能會反彈吼，這是一個重點。啊，第二部分是講，吼，咱來看講吼，這個報告是講對咱台灣有啥物關係？那有關係，咱就抾起來看，吼，慢慢看吼。那可能咱會討論啊，毋過咱就先講，咱即擺吼，咱面對吼中國，咱是有較歹的種迄較歹的局勢啦吼。比如講吼，咱的飛彈，咱無都甲比贏嘛吼，咱要安尼去吼，咱家己的防衛，也是講吼，啥物款的應對方式，也是講吼，咱要投資講無人機也無人艇吼，即馬就是趁這個時機吼，愛趕快決定吼。啊，美國咱看伊的報告書啊，看迄啊，足濟伊個無要緊，咱就扣咱哦對咱有關係來檢討來看，安尼較有意思啦。是，我頭仔看吼，初我是真快速甲眼過吼。啊，請 AI 甲我做整理吼，啊，應該我有看原文有對照，應該是無重大啦吼。我要先請教方丈吼，伊講吼，北京4種武力的選擇，一種是 blockade， 是空中海上的封鎖，吼，啊，利用海警吼，甲衝突吼，執法化，就是講即我內海，啊，恁外口人莫來插，吼，這一種。第二種是 firepower strike。就是用精準的這個飛彈，互你台灣的斬首，互你指揮中心砰，甲你落去，啊，你的通訊的節點，啊，甲能源的基礎設施、水庫，互你規個攏失靈去。啊，第三個 invasion， 吼，兩車入侵啦，吼，這是上難的，但是有決定性的大港，譬如講我起碼台北港。甲你提起來，吼，五車甲你提起來，吼，哎，花蓮港甲你提起來。另外，還佫一個 coercion， 吼，就是強制性的行動，結合網絡攻擊、心理戰，啊，甲經濟施壓，在無發動全面戰爭的情形下，互台灣必須來談判。接落看，這第四個，較強要發生的感覺咧。其實這拄則 AI 整理吼，可能伊有。甲時間可能小可換一個啦吼，其實啊，照時間來講是上尾的是第一，即馬開始，吼，其實即馬一定在做，已經開始在做，呢種第四種哦，種比全面戰爭較低級別、價值之外的這款的 coercion，就是威嚇，吼，啊，用包括治安啦、外交，這攏在做嘛。你講咱的小副總統去歐洲，就險去用。車弄落去啊！吼，啊去演講成功了後，馬上甲你辦公啊！你這是開偌濟是用買收的啦，吼！啊無佢講，你根本無入去歐洲議會啦，你就是外口嘛，烏蘭甲你講各種的這信息戰，其實已經開始，只是講伊是毋是做甲講，互你感覺講有侵略入來的感覺，啊，互你的人民有的感覺有，有的感覺無，啊，事有閣無安尼的感覺，所以你會感覺講啊，哪像無？吼，無遐危險，所以這是其實已經講到，伊這 option 這4個選項內底，其實第一項伊咧在做，啊，第二項咧，伊種聯合的這火力的打擊，其實吼，不只是講加彈道飛彈爾，其實是各種的動作，一概攏落水餃啊，嘿，落水餃，互你講袂赴無法度應付，一些攏無法度應付，所以毋知這倒轉來講，台灣是安怎需要台灣之盾。就是有一個，包括可能是有比較人工智慧的，把較高度自動化的，用判斷講，這粒都飛彈來，我古早愛國者愛拍兩發對付一發，因為驚第一發無掉，第二條佫會掉，所以一概攏拍兩發。啊，但是伊也十個講來100粒，啊，我唔200粒，安尼咱才會負。我天石頭都袂負。咱若拍了後壁袂負補，這才是上恐怖的。所以毋知講來200粒，咱上好吼開吼250粒就好啊。所以毋知有講這智慧的判斷的這系統，所以毋知叫綜合性的防空這作戰的指揮系統。那指揮系統用叫講，包括愛國者、天弓2型、天弓3型，吼，甚至較基層那個，咱嘛有天劍，佮其他的，吼，包括虎丘架，吼，其他的飛彈佮基層攏會使拍。但是看無共的情形，啊，足懸的時陣吼，彈道飛彈足懸，為了大氣層外口要入來的時陣，咱有強攻，
佇70公里遠的時陣，70公里懸的時陣，就應該甲拍掉。哦，迄是上懸。哦，啊你像這就像美國的迄個薩德，哦，共款差不多意思，只是阮薩德用拍到100公里，咱即馬成功拍到70。70。嘿，啊，但是佫咧改。哦，私底下咱了解，中科院其實佫咧改良，可能佫用拍較懸，但是即馬歹講，無講，吼啊，所以毋知講，這是咱一定去講到咱應付的方法，毋是講直接甲你講會驚什麼會來。啊，海空封鎖其實吼講真誒，伊即馬是專門咧寫講國際的法律戰，寫看講，互你講承認伊的事實，伊造成的事實，毋是真正的事實。做這個事嚟講，我甲各國講，之前是差2758個議文，啊，即擺過來差這開羅宣言講無啦，無這個物件，所以開羅宣言是意思講交我中國，吼，伊用甲你亂呢，互你各國之間攏毋知要安怎應付，啊，講袂清楚，啊，無法度應付還是講袂清楚的時陣，我個賣插嘛，賣插就達到伊個目的啦，吼，就是講我用封鎖的方法就上俗的啦，講真誒。我個準甲你排幾排，吼，要過我個檢查，伊就這個像迄個 Kennedy 古早迄個總統，美國總統共款，對付古巴飛彈危機共款，我甲你寬能聽嘛，我叫做那像那咧檢疫咧，吼，你貨準備過去，頭頂也炸飛彈，也是來武器的時候，我甲你炸落來，吼，但是伊即馬顛倒來起來算咱的自由國家，我要來援助台灣的時候，我甲你炸落來，我譬如講我在石油吼，還是講迄個天然氣來，我甲你走來。啊，你天然氣無夠用，你人民哀叫時，咱政府就要倒台啊。你因為你提不出來嘛。即馬上麻煩的是，真濟國內即個言論就講到講啊，伊若甲你封鎖起來，你油一禮拜你就攏攞出啦，吼啊有一啊相對來講無啦，即中國迄個日本人一定會護衛啊，走出來啊，像知影。即馬。伊包括講拄則講到即個日本吼，我到佇東部還是倒位吼，會使偷偷甲咱援助即個。伊對即屆最近中共發出來的文宣內底，一定點就是點嘛。伊講咧封堵，甲你堵起來，吼，拍起來。即用即種是芳啦，伊講即文芳的，伊要甲砸起來。所以其實咱無講攏靠外口，所以其實講着吼。包括講最近老總統先啦講態度較軟，講對這個核子發電會用較軟，講安全的時陣就會使來做。吼，伊怎啊交互專家嘛？伊毋是講我逐個人決定嘛？咱是民主國家，其實安尼態度是對的。總統袂使大主大意，甲你講安怎就要安怎吼。啊，當然過去蔡英文總統這8年去推行講咱這替代能源，吼，還是講低碳的，還是講自然的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吼，還是風力，其實這有需要。因為你每一種的能源攏愛有一個補充，還是幫助的所分。萬一到你講加攏做能源，核能也多歹勢多歹去咧，對吧？所以嘛是要配合吧。我也是要回頭來請教辛老師吼，因為美國人自以早對中國是，會使講是迄陣是壓落對，啊，然後經過交往因改進了後，即擺中國愈來愈強。所以一直在23對民主黨執政的時代開始有轉變講哦，我重返亞太，要注意中國，乃至到即馬川普這個態度。如果若川普有絕對的信心，就講免驚，恁這 PLA， 恁這是啥物碗糕哦，阮就是安尼，但是阮要強，要閣較強，勇驚強，強驚無正常，阮就是愛閣較強。安尼寫就好啊，伊何必愛安尼寫？乃至到講有人講啊，伊根本就是最生理人的個性，伊也是想講要甲中國哦，看有啥物利益，有通好來做。那這個時陣就變做以美論才有芳。老師，你讀這份報告，你敢有讀到什麼以美論嘛？咱看這個報告吼，咱知影美國其實伊的總統府、國防部甲伊的聯參有伊家己的報告。啊，這個報告應該是戰情部伊的情報單位，逐檔攏愛有這個報告，攏是有關這個中國軍力發展的報告給國會。啊，毋過要安怎處理這個中國的問題，你會在看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後來國防部
有一個報告叫國防戰略報告了後聯參本部伊個聯參主席有一個國家軍事戰略報告。為這三個報告，你就知影講哦，即馬中國軍力是安尼，美國要安怎做？所以伊這個報告袂講美國安怎做，愛看另外三個報告。毋過咱知影美國伊個要做這個報告進前吼，伊其實有甲國內國家的情報單位合作。其實嘛有甲台灣合作，伊會問講你今年吼，你對中國的軍力發展有啥物觀察？咱交換意見那伊嘛有甲別個國家有所謂的情報交換會議伊收集足濟資料，伊嘛問到一寡學者講你的看法安怎伊甲整合起來，就是這個報告。咱看到講，伊這個報告其實足歹寫的，你愛寫甲舊年無共款哦。毋過格式攏共款，伊格式就是講中共軍事戰略是安怎？軍事戰略無變啊，攏是積極防禦啊。當年的報告攏 active defense， 攏積極防禦。毋過了後，你來寫講伊的無共款的發展。咱知影講有關這個中國的軍力發展吼，伊足秘密的。你公開資料是看無。有的是可能你愛內部有啥物情報人員，還是內底有人提供互你，你較知影伊講伊較親密的，較外口人較毋知的發展。所以這個報告我是感覺足歹寫，毋過足歹寫。當時因為美國的情報單位足濟CIA、DIA、FBI， 另外個美國即馬有足濟為中國出來的人佇美國政府內底服務，所以我感覺伊這個報告是足權威的。毋過這個報告即馬是2025年年底，毋過伊的資料是2024年，所以有淡薄仔落差。毋過有一個主題是足新的，咱看到這報告內底吼，伊有寫講，伊有甲伊個解放軍的組織結構寫出來，有幾個即馬互關，有幾個互調查，伊個反腐的工作，我感覺這個重點吼，你這報告了內底寫講解放軍偌厲害，毋過上將軍講10月20日伊個上將晉升典禮，敢若4個上將出現。剩4個其他迄堆去，後來要作戰，伊個各軍種司令員政委、各戰區司令員政委走迄堆，要安怎拍台灣，要安怎對付美國？伊上大個問題，即馬是講，咱攏知影伊足濟核子彈頭，咱攏知影伊個足濟長程飛彈。美國人嘛對這真保守咯，攏無去描寫這哦。敢若寫講欠幾元，無真正講寫講，因這就是習近平安怎，攏無調侃歪寫。無，伊美國嘛毋知影講這上將到底發生啥代志？前數是張又俠還是習近平？美國人嘛無確定啊。哇，這真正麻煩嘞。林老師，你感覺？我是想講啦，即馬咱愛看講吼，解放軍足濟人互烏西互人掠起來啊。但是烏西是啥物因素、啥物原因，咱唔知影。上重要的是講，我們會知道的，就是說這個位置不見了，但是啥物人來啊？誰上來？這個會是比較重要。那講真正，美國在做這種人事資料的時候，沒問台灣厲害，我們台灣這邊是比較厲害。我們台灣在做它的一個組織的概念、這個架構的時候，因為我們過去在看美國的中共軍力報告，它主要講的是。有多少飛彈，有多少武器，它的一個跟俄羅斯、羅西亞這邊的合縱連橫是安怎？但一對人數較無一個好評賽。是，而且是今天對於對中共的一個組織架構，比如說現在的他們的這一個他們的軍委副主席張升明，以前是監察單位的，那為什麼今天他會從監察單位一路升上去？為什麼會又起來？為什麼會這樣？過去一樣有監察，可是為什麼有了監察，有了這一個總政治部、政治工作部以後，它還是有這麼多烏西的事情？讓我自己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其實過去他把總政拆成了政治工作部跟軍紀委，就是管這個監察的這兩邊分出來之後，但是軍紀委的升遷還是要經過總政治部，還是要經過政治工作部，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對他形成一個制衡。所以這一次我們看到裡面被抓的最凶大尾，也就是這個苗華，
最重要的是苗華，因為苗華他自己有陸軍的人士，他也做過海軍，在這一個東部戰區等等，他的一個門生故吏特別的綿密。所以其實今天把他抓起來之後，上面這個什麼何衛東、龔勤這樣，我是覺得何衛東是還好啦，兄弟要是這個總政治部、這政治工作部的苗華。那現在我覺得接下來要看到這個是這一本軍力報告書沒有去提到的一點，裡面有去提到的就是現在的中共他在軍官的晉升上面可能會有一個很大一波的改變，會把他的人事會一個連根翻起的變化。因為你說要黨指揮槍，那個共產黨一定要黨要牢牢抓住，所以他的總政治部這一塊一定要那個權力一定要很大。所以他現在把監察倆人的這個廖杯亞的這類升起來了，當做這個副軍委主席，他對於這個內部的一個管理。這邊過去會跟過去完全不一樣，而且我們現在看，人攏倆起來啊，下面人來呀，怎樣？很多人他是中繼投手，他不是說接下來21大未來是他，我們還不確定，而且我們看到很多是那種中將或者這種副主任暫代過渡他是過渡，所以他就是我說的他這種中繼投手的概念，他不是最後的 closer 出來的，他真正明年度或者後年度，習近平會用誰，都不知道。那習近平他就是希望去借由這一種恐怖統治，恁都唔知影，什麼人真正會起來，什麼人給我點油最記號啊，恁都唔知影，就是唔知影的狀況之下才會聽我的。我會覺得其實現在我們要看的就是登當時史達林他怎麼在內部那時候的那個蘇聯時代，那時候怎麼弄的？這上萬年呢？對。他怎麼樣去清理，然後最後旁邊的一些人，哪些是他的親信，哪些人是跟他去出席什麼地方？最近其實我們在做這個中國的研究，開始都會去看這個蘇聯、俄羅斯當年的歷史，這就是我們講的克里姆林宮學。所以老師你來看，伊這軍力報告是咪欠一卡，變做看啊欠一味啊呢？這味就是最重要的一味啊，因為任何的武器到最後都是人來打的。所以其實這也是剛剛沈老師有特別講到，美國它其實說實在，它的衛星啊、它的電子啊、情報應該是比台灣厲害啦。但是在做今天這個人事跟組織，是咱台灣 No.1。哦，但是說來還是要來問武器的代志吼，注意，咱這看到吼，強化防衛韌性以及不對稱戰略特別預算，這裡面考了真多，精準火炮。遠程精準打擊飛彈、防空反彈道，以及反裝甲的飛彈、無人載具以及反制系統，強化作戰持續量能相關裝備 AI 輔助嘅 C5ISR 系統，這是啥物物件？我看無。講白咱是講這個2.25兆的預算吼。伊即馬講有7項，有7項出來，7項出來。那其實咱講較白吼，講精準火炮就是啥，你知道 M109A7，M109A7這個自走炮吼。那自走炮其實講咱來先來看，都自走炮，毋是講咱來知軍力敵軍佇叨位，先來知講咱這個炮佇叨位，吼，咱知咱佇叨位啊，敵軍佇叨位，對數學算算的就好啊。咱各大咱的炮吼，知影地靈佇叨位，啊毋知咱佇叨位，所以咱愛去測地測風，愛足儕作業，較知影講咱佇叨位，吼。啊，即馬免吼，即馬你 M109A7吼，你炮車離個陣地1分鐘就好啊，1分鐘替你算好啊，算好啊，你拍炮了你就走啊，吼，安尼較會生存。啊，第二講什麼精準武器吼，迄就是海馬斯，吼，海馬斯多管火箭吼，伊會使拍一枚吼，陸軍戰術飛彈吼。伊拍偌遠，無偌遠啦，300公里，啥物事這種的？300公里，去遐福建啊！種的，咱台灣海峽吼，平均的寬度200公里嘛，啊300公里你就使拍到福建的沿南的第一線的港口，吼，福州、漳州、吼，福建廈門、哦沙地吼，這個軍用機場碼頭，吼，咱會使拍到吼。啊，毋過呢，這是算講，拍較長的飛彈，吼，咱會使暫第一個時間吼，暫緩。共軍的哦擊擊速度，這最重要的吼，因為你講歹聽，咱福建的嘛，伊的軍人吼，若降低吼，伊就較袂拍咱吼。這飛彈會使拍到伊第一線吼，港口吼、碼頭吼、邊緣的集集地吼。啊，第三個吼，
就講迄個反價飛彈的補充，這是補充啦，不管是標槍飛彈還是講托式飛彈吼，迄種是補充哦。為什麼要補充哦？其實咱即擺的飛彈已經有夠啊，毋過吼，你看烏克蘭戰爭，迄毋但啊，迄逐工的好的反戰車的飛彈用足濟啦，用足濟吼。啊，咱講較歹聽，咱即擺有新咱有製造甲生產反戰車飛彈的能力無？無吼。啊，烏克蘭為什麼會使補充？哦，伊會使波蘭吼，波蘭也是講陸路甲補充。咱無陸路補充，咱的補充的軍火攏愛行海運啊。那海運那封鎖起來，啊那美軍也無來，還是講伊嘛毋敢來，安尼咯。所以伊即馬補充反戰槍飛彈互咱吼。那第三個就講無人第四啦，無人機無人艇吼，這最重要的吼。迄當陣兩年前吼，一個美國中將叫帕帕羅伊講一個計劃叫啥？地獄警官，吼伊講戰時吼，即個台灣海峽會變啥？變成無人機甲無人艇的天下，吼。咱無人機、無人艇咱會使做，小可會使做，咱小可會使做，小可會使做。咱即擺吼，咱的 MIT 的產能吼，你的春秋而已吼，你要做啥物款的無人機、無人艇攏會使。你啥物春秋，咱的工廠足厲害，比如說欠銳啊，爾啦。毋是啊，就說咱的無人機足厲害，就是講，毋是啊，就咱不管是五股啊，是講台中迄工業區吼，你會使春秋開互伊攏做會出來。啊，毋過咱差大啥？頭腦，咱無軟體啦，無軟體。比如講，咱一隻船哦，講咱烏克蘭看迄無人艇哦，去綁迄細船弄大船，按看就好算個着。啊，你要細船去弄大船，你要行去遐，愛讓速度，愛追蹤，愛創啥安尼，迄攏愛軟體。啊，你這就美國人。對，軟體。啊，毋過咱今年9月嘛，吼，航太展咱看到過，有6家像美國廠商甲咱中科院簽約。合作備忘錄，吼，你有誒我無誒，咱兩個來合作嘛，吼，合作誒，咱會使做硬體啊，啊，你會使供應軟體啊，啊，咱 MIT 誒廠商，咱有可能會外銷哦，咱即擺有小可部分誒物啊已經外銷到東歐去啊，烏克蘭有啊，吼，這是兩個攏會使合作誒。啊，你講第6個吼，什麼 C4IS 啊，迄就是大腦，迄個較大誒大腦，大腦是講哦，你若起好了，通勤指揮迄種誒啦。迄若起了吼，咱台灣的整個島嶼的防禦吼會變較好。哦，就是洪總簡擺講的，講空軍、海軍、陸軍，你基礎的這通信軟體攏愛通啦。啊無吼，你講國語啊，你講華語啊，伊講英語啊，攏鬥袂起來，是這種意思嘛。但是你評估這整個一條2500億，我要問的吼，刷來4位還讓回答。啊 ，AIT 的台北的主席，去找國民黨，還去找民眾黨，啊，未過就未過。這你感覺上後尾因會佫硬起來講，我就是無愛互你過，敢是安尼嗎？你有測者？我先看今日的代志吼，咱上好倒回去看過去的歷史，咱歷史免看偌遠。看20多年前就好。啊，民國那個這個陳水扁上任之後，2001年，小布希總統宣布3項重大的這個軍售，啊，個再回大3項，吼，啊，加 P3C 航天機，啊，個8架柴電潛艦，上水艦哦，8架哦，美國人要甲你替你做哦，想辦法要替你做哦，結果凍偌久？凍要5年外。5年外呢？啊，結果咧，逐間嘛背過，即馬立法院吼，甲交付委員會交互委員會這個動作個外啊吼，4屆凍4屆，咱個來算啦，可能個80屆啦。因為國民黨即馬個心態同過去，因迄陣要請馬英九上台的動作 SOP 共款是要奪出這總統的大位，吼。啊，甲國會多數，因攏要拼這項，所以因即馬由白色的民眾黨入來，就是要做這個代志，繼續甲你擋到落尾。其實講真的啦，啊，準講第立文國民黨黨主席講的是真的，阮就是中華民國啊，吼，
啊，意思講我即馬無要和中國要講統一啦，吼，意思啦，吼，可能是這個意思。啊，你也無要同統一，啊，人2027年佮過2年，佮有能力甲你拍，佮會拍贏哦。美國人替伊算哦，替伊算命講哦，把脈講啊，即中國會拍贏哦。啊，我問國民黨，意思要安怎？意思你要凍甲2027年講中國武力足強誒，啊，台灣無能力、無進步，啊，安尼就是退步嘛。啊，美國佮無一定會來幫助你，像拄則平時講誒，川普可能講，我即馬因為含中國有足濟經貿誒利益，要進口啥，要出口啥，吼，所以這袂超好，所以我需要中國，所以我包括這個新的中國軍事報告，我開始個寫一個吼，按捺一個。是不是我的疑問是安尼吼，我也許中國國民黨也好，民眾黨也好，因就講。我甲你同款，我保衛台灣，但是我保衛的方式無同款。我無愛開遐濟錢，啥物一條2500億，我錢無愛予美國人賺，我吼要家己賺。啊，而且吼，我一邊啊甲中國來好好啊講，我干那5000億，我有通開，啊有其他種各類型的武器通好買，安尼敢有可能？我閣插一個話，意思。咱個兵登去過去，雖然落尾國民黨甲親民黨放寬，吼愛國者飛彈會使買，吼 P34會使買，但是攏後壁甲買，因咧要10多年才開始買，時間差啦。時間差，佮第一，你部隊個做士氣個做爛的嘛，講我即擺飛彈派啊，攏無法度換。第一，第二，佫較貴，貴到強變2倍，啊，佫有碳水鋼。本來迄個美國的時陣，因吼台電潛艦的這生產線其實毋是攏總無物件無法度，是因無咧起爾，無咧做爾。要傷大啦。要傷大，但是會使摕別個國家嘛，包括伊講澳洲，其實嘛有能力啊。吼啊，美國政府願意替咱說服澳洲，也是其他國家，包括德國，啟動包括主機吼，德國主機上好嘛 ，NTU 誒上好誒，遐攏超好誒時陣。迄八隻即馬攏有啊，咱嘛免講，咱大家咧。所以黃總，你的解讀就是講，伊就是要拖好時間差，拖甲雙方面的這個軍力吼，到時陣就算講，互你補起來，你嘛袂負氣。對，啊，你佢使講，因為吼，伊嘛個殺了美國人講，哦，我即馬甲你買啊，啊像你即馬 F16共款 ，F16買共款，遲也未交機嘛吼，遲攏無交延遲，所以你美國無信用，你。正面講，我國民黨講的，美國無心來為支持咱台灣，所以這個時陣，阮會使和中共來講就好啊。阮兩個來講就好啊。啊，這嘛是美國人的期待，美國人有一半的人吼，嘛是贊成講恁兩話講就好啊啦。我講歹聽啦，雖然因做切中國的，做切中共的，但是因恁兩邊吼也認為講好，阮是一個國家，一個大國家叫做中國，也是講後擺叫做中華人民大聯盟啊，嘛好啦，攏會使啦。你安怎好攏嘛緊，14個加2350人，10萬人加入嘛緊，迄恁講好就好啊。阮美國人歹插，因為始終對伊來講，國家上尾一點，因嘛是毋是台灣人，因嘛毋是中國人。但這個唔簡單，這咱看這個軍事報告就知，伊知影台灣對有利益相關啊。但是因會驚講一點，其實古立言無講出來。古立言雖然講好友講藍白吼，其實希望在野甲執政黨攏有共心，共同來支持講，來甲這設備吼該做的攏也做起來。像哪？你也做的時陣，你要和中共講，你嘛有靠底去啊。你落底下有地磅子，也是地什麼咱唔知。你有落底下有物件，是對方看你手放落底下，伊會驚嘛。好啊，咱來講無要緊，吼，較好講。哦，對方會較讓步啊，是安怎？啊無講到上尾講兩邊合併嘛，無要緊。吼，講到有法度講一個來往的方式，莫去講迄句話，講迄無結論、無共識的九二共識啦，迄其實是無共識啦。即我的疑問共款要來請教沈老師吼，你哪邊會當動，但是你哪邊嘛相對要提出一個對案，講你莫買到一條2500億，啊莫攏安尼。美國人咱莫甲相信，咱
來甲阿強啊一面講，咱來一面甲伊甲向人買，還是講咱賣買這項買迄項，你提一個對案來，你連送入去委員會來，你都無愛，啊，就是我就攏無愛，我啥物攏無愛，我啥物攏無愛，安尼敢是一個對咱國家安全負責的政黨嗎？還是講一個正確的態度？老師你安怎看？無共款的政黨有伊的想法甲政策。這我絕對尊重。毋過因即馬講，因為講即個軍購條例無講清楚啊，所以連討論都無討論，無上迄個天數，我委員會我這點我是無法度認同吼，因為咱知影國防是無分政黨的哦，安怎互台灣國防能力會使強化？我感覺這是國家的利益，無分政黨的啊，無論講你將來你的想法是安怎咱知影每年的預算吼9000幾億，已經達到咱的 GDP 的3.5左右啊，因為這個特別條例唔單是對台灣爾，嘛是對美國。咱知影川普吼對台灣要求講你的國防預算愛5% GDP。哦，甚至講有10%，安怎會使符合迄個川普的想法？拄仔洪總有講到講，阿扁總統迄個時陣，迄個小布希本來答應講賣台灣8項軍購，後來8項傷濟，所以變成3項，變成3項佇立法院吼動66屆，66屆伊就想講，我就是講要甲美國買，嘛愛國民黨執政的時候開來買。伊就無管迄個講哦，迄個時陣買已經價值2倍啊！哦，毋過真正無共款，因為川普毋是小布希，伊甲你要求講5%、3%，咱的 money 已經9495億，哦，要安怎增加？因為增加了後可能會排擠其他預算，所以上好的方式就是講，我即馬編一個預算，嘛是一個預算法律案通過了後，8年1.25兆。當年可能有1000多億，那1000多億就是講，咱知影即馬川普賣互台灣吼是歷史上上懸的武器，拄仔陳主任都有講 M1 當作 A7，咱本來是買 M1 當作 A6， 美國有人 A7 咧，美國講 A6 已經落伍啊，你愛買 A7 哦，另外就是講像講迄個海馬斯，咱敢若買29套爾，即馬閣買80套。加起來100多套呢，毋過波蘭嘛是買足濟海馬斯的火箭啊。咱知影即馬川普是足支持台灣，伊嘛願意咱即馬 F16V 啊，咱即馬足濟武器攏是川普第一年時陣買。迄陣時我看歷史記錄，2004年阿扁的時代是6108億啊，對啊。咱這是當年1000億、1000億，安尼也賣出來。就是講，看起來敢毋是，你若無你就講即個武器較濫的，要活較厲害的。其實佫一個問題吼，就是講你編這個預算吼，你先編落來，以後美國若賣你啥物武器，你都有錢通買，毋是講咱想要買啥物武器，等美國同意咱編預算，無共款。咱編這個預算會使互美國知影講，哦，即馬台灣這錢啊，嘿，已經錢攏傳好啊。我台灣無論講要倒一個黨，攏愛強化咱的武器，攏愛強化咱的戰略，所以美國會使賣啥物武器互咱。顛倒來問吼，那我看這印太民主朋友吼，盟友的對抗的威權擴張吼，韓國伊閣較安怎？李在明吼，伊閣安怎？伊嘛增加8%，吼，國防預算。對日本這個澳洲吼 ，AUKUS。產水艦的基地，我增加新台幣2100億啊！美國家己就增加28條，日本咁樣1.91條啊！菲律賓有冇增加10.3%呢？紐西蘭1600億，咱這人就講，你這你咧坐頭班的，你台灣是安怎？伊會顛倒安尼甲你看我，你是有賣啊賣？中國要拍是台灣，毋過咱家己的國防預算無要增加，其他國家要安怎想？伊講你都無想要防疫啊，你是大家錢省起來。佫有一個市員講這錢摕來分的，這個想法我實在無法認同。
啊，因為中國要佔領的，中國的目標啊，無論是講2027年、2035年，伊的目標就是台灣。無論我用武力、用軍隊，還是和平統一，伊的目標就是台灣。啊，台灣愛展示講咱的防衛的決心，安怎展示？就是為國防預算開始啊。啊，若是講這1.25條會使通過哦，咱會該好好啊想下講未來幾冬咱個欠啥物武器，而且這個錢嘛會使用到咱後備軍力的訓練哦，還是城市戰的訓練，還是啥物相關的武器攏會使啊。那林老師你安怎看咧？因為在這個時陣，大家攏提出來，佇桌頂啊囥咧。啊，咱就講無啦，因阮兜後頭厝還佫咧講啦，真歹勢，安尼敢講會過？對啊，美國啊嘛愛知影，美國啊嘛知影講，你台灣你家己愛較骨力的，你家己愛較白嘅咧，你家己愛創一下代志啊，你袂使安尼講大家咧底遐火燒厝啊，你家己火着咧恁兜，你佫無咧創啥，安尼袂使啊。但是即馬咱按2條來看，頭一個是講。古早咱講當時小布希那個時候，為什麼他其實6108就這樣子給你好，你不過就算了，因為那時候美國的重心在中東，他要反恐戰爭。但現在起碼沒同款吶，現在對美國來講，印太是他的利益，當時是在中東要反恐，但現在不一樣，現在是要印太才是第一，所以現在美國他不會坐以待斃。為什麼古立言他可能就要在跟這個藍白這一邊一定會有一些溝通？我是想講美國啊，一定會他在會用各個什麼謝年飯啦、尾牙啦、安裝呀，很多的吃飯場合，他會用各種方式去溝通。那起碼安尼基攏來啊，古立言就是安尼基啊，安尼基被找你講，要找你講話，那中間會講什麼？我會覺得這一邊可以去看。那再來要看的是藍白他們在擋，可是你不能歐北弄。亂動，你不能全部都擋下來。你要過的是可能審查案伸進去委員會，你可以去監督，可以說傷貴啊、傷拗過啊、安怎？換新呢？換新呢？哦，但或者是不會傷追，這個是可以討論的空間，但你不能說沒有討論空間，全面去封殺。所以其實現在在政治這一邊，你不能把軍售變成一個。抵制這個在野黨去抵制執政黨的一個議題，因為當年的6108就是這樣子，時間就過去了。但是另外一邊的話，國防部他也要能夠提出我要買什麼。當年的6108，等當時我愛講啊明確，那個時候有一句，那時候國防部用一個麥國林嗎？麥國林這個。珍珠50茶，別再喝珍珠奶茶，就是每個人少喝一杯就可以買6108。那時候後來的那時候還沒有白，那個時候的國民黨就說，人民有喝珍珠奶茶的自由。可是其實今天就會變成國防部的縮鐵，國防部的一個要如何去爭取民眾的支持，這一塊其實就是我們講的戰略溝通。你的政府要如何去讓民眾知道？愛拍拼就對啦。兩邊都愛拍拼。那是我要請教主任，那是講，如果若要替國民黨來出這 idea， 講，你都好過，但是你會當吼，甲美國人佫講吼，我這項壞，我這項要佫較濟，安怎，敢有這個空間佇？應該講啦，這是拄啊林教授講哦，這是講愛拍卡床，為啥愛拍卡床哦？你要1.25條，你要買啥？迄當陣。差不多3禮拜之前，無人知，你講哦，你種這個紙要買7項武器，什麼武器吼？迄當陣20年前啊，叫做年底金鐘年底準國吼，大家攏知影講啊，我要買3項武器，參水彈、P-34反潛機，甲愛國者飛彈。即馬民眾知你要買啥？毋知吼，這國防部愛去宣傳啊。咱拄啊討論這吼足好誒，為什麼足好？講啊，講哦，什麼國家吼，伊增加軍員偌濟啊，咱即馬。咱台灣攏無增加，你都甲即個名啊，吼，甲迄民眾講，咱嘛看，咱即馬是看無，我拄仔較知影講，咱知影，咱這，你講國民黨吼要安處理吼，其實伊愛提出一個吼，替代方案啊，譬如講，你若講無人機無人艇吼，你有意見，你會使提出講你講偌濟比例吼，但咱台灣生產，這會使討論啦，會使討論啊。會使討論吼。
啊，又比如講吼，咱古早吼，咱唔古早，前2年之前吼，咱有生產部分的愛國者飛彈零件，迄個新聞就一點點的嘛。咱會使甲擴大，會使擴大。擴來嘛吼，擴來講啊，咱要合作吼，咱講中科院吼，要軍備局也是要合作。對嘛，啊，伊 credit 嘛是伊個啊，攏會使講，還是講咱大白吼，大白什麼意思講？哦，其實米是美國的，咱會使大中科院也是軍備節白，這叫大白。其實這款米攏濟，攏會使討論啊。你愛提出個副案講哦，你要哦，咱這個武器哦是咱來用的啊，你要講。咱較好誒，較便宜誒，啊，毋過吼，很實上可以無可能，你無可能有佫便宜，啊，佫俗，佫好，無佫俗味佫好誒啦，無可能。即擺武器吼，愈來愈貴，啊，你若愈啊，而且延前就佫較貴，你若愈慢買吼，會佫較貴吼，啊，佫有通貨膨脹，吼，通貨膨脹誒壓力嘛，啊，你原物料嘛起吼，武器誒原物料嘛佫起咯，所以。